Hello， 歡迎收睇成才研究所，我係 Aaron， 我係 Alex。Alex 啊，我哋都係免不了繼續關稅戰先，好嗎？冇錯冇錯，咁啊，我希望啦，講多兩三個禮拜就可以跳過呢個話題啦。哦，因為夠鐘放暑假。希望係啦。咁啊，第一樣嘢咧就講講依家發生最大嘅事情，就係中美依家喺倫敦進行嘅一個談判啦。咁而家我自己認為咧，中方嘅談判籌碼係比較佔優嘅。咁先講一講啦，依家美國嘅情況其實有好多嘅內憂外患嘅情況發生緊。咁第一樣嘢啦就係外憂。咁外憂方面咧，其實依家好多嘅國家見到中方咁強硬咁樣去同美國去傾嘅時候，反而又結果唔錯喎。咁變咗大家都係好強硬咁去同美國做一個談判，咁變咗唔算係好順利啦，暫時嚟睇。咁啊內患嘅時候咧，見到其實一向以嚟同特朗普最好嘅盟朋友啦，Elon Musk 啦，其實都倒戈咗，依家變成佢嘅仇人咁款添啦，直頭。咁直頭依家特朗普愛之深係恨之切咁樣啦。咁依家特朗普直頭就係話我要 cut 咗電動車嘅一啲補貼啊，跟住又話停咗 SpaceX 聯邦合約嗰度嘅一啲合作啦。咁亦都係Elon Musk 亦都係可能暗地裏去威脅我，可能會調轉頭幫民主黨啊。咁兩邊其實係升級得好犀利嘅兩邊啲衝突。咁去到琴晚先至特朗普發咗一個post 啦，就係話我希望Elon Musk 會好咁樣，跟住話我用星鏈用得好好，亦都唔諗住會停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嘅關係見到都係差嘅。咁第二個啦，亦都見到國債一路以嚟嘅問題係未有任何解決嘅方法啦，亦都未講會點樣做。第三亦都係 PMI 亦都進入咗一個收縮區間，不論係製造業同非製造業都係。亦都係見到第四啦，加州方面啦，佢哋個州長亦都同特朗普係有啲衝突又發生咗。咁好多嘅內憂外患令到其實而家美國喺個談判台上面嘅籌碼係越嚟越少。所以我認為咧暫時中國係佔優。咁佔優嚟講咧，中國其實依家就拎咗佢最好嘅籌碼稀土擺咗喺台面。咁我先講講咩係稀土啦。咁稀土其實唔係啲乜嘢土壤，咁其實佢係一啲稀有金屬。咁主要有17種唔同嘅稀有金屬啦，主要用喺好多嘅軍事同高科技嘅產品，例如係一啲嘅手機啊、平板電腦啊，例如係一啲嘅導彈啊、一啲嘅飛機啊、一啲嘅電動車嘅電池啊，同埋一啲風力發電器，好多呢啲咁嘅同科技同埋軍事相關嘅產品咧，都係好需要稀土嘅。亦都中國之前亦都有試過用稀土嚟做一個嘅籌碼去同人哋談判啦，包括2010年嘅釣魚台嘅事件啦，咁都係非常之奏效嘅。咁依家就睇下9號啦，去到13號啦，會換到啲乜嘢籌碼翻嚟啦。咁其實而家稀土嚟講咧，中國係佔全球嘅採量咧，其實係佔6至7成。佢嘅冶煉加工咧，其實係佔全球嘅接近9成。咁所以中國而家喺稀土上面係領住一個好大嘅話語權。咁呢一樣嘢就係亦都點解次次中國一提到稀土，咁特朗普都會 tackle 咁嘅原因啦。咁其實去翻宏觀嗰邊咧，中國嗰個 CPI 預期都好似係好跌，係咪啊？係雖然話佢預期係-0.2，咁啱啱出咗就係-0.1，係稍稍好過預期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係一個通縮嘅情況啦。依家 PPI 亦都係-3.3，咁亦都呢個情況亦都係令到國家喺6月中嘅一啲嘅陸家嘴嘅論壇啦，亦都係6月底嘅政治局會議係要出更加強烈嘅貨幣政策同埋財政政策嘅。咁而家我哋有咩部署點睇咁樣啊？我覺得依家香港係處於一個 confirmation 嘅階段嘅，咁大家都可以睇翻我哋之前有條片講6個唔同嘅階段啦。咁依家咧其實見到已經24,120左右啦，其實升咗唔少啦。咁見到個升幅係繼續持續緊嘅。咁我自己會睇呢一個階段最少咧要揸7至8成嘅貨。咁個7至8成嘅貨主要都係我之前講嗰4個板塊啦，包括係金融股啦、科技啦、消費出遊啦，同埋一啲嘅生物醫藥股。可以避開一啲嘅國產替代嘅 concept 啦。咁因為始終如果中美喺呢一個禮拜如果傾到一啲成果出嚟嘅話咧，一啲嘅限制，例如芯片嘅限制，其實都會係比較放寬咗。咁呢啲國產替代嘅 concept 會比較弱勢少少啦，就變咗
係啦，咁揸咗呢7-8成嘅貨之後，咁因為你都唔會一路升到永永遠遠㗎嘛，咁你幾時去獲利啊？幾時停啊？咁我會睇其實6月中咧，亦都係我哋習近平主席啦，同埋特朗普嘅生日啦，亦都係6月18號又會有呢個陸家嘴嘅論壇啦，咁有機會會出一啲貨幣政策，亦都係618購物節。咁之後6月底咧又會有一個政治局會議，又有機會出一啲財政嘅政策。咁呢幾個禮拜其實有機會會有啲 FOMO 嘅情緒出現。咁喺嗰啲情況出現嘅時候，我認為咧大家就可以喺當日嘅U 盤嗰度可能沽10%至20%嘅貨，去少少咁沽，少少咁沽。咁呢一個策略會比較保守，亦都係可以將即係部分嘅利潤去先鎖定咗先。咁然之後如果佢繼續升，之後繼續行嘅話，繼續揸貨冇問題啦。去到大家見到可能個市唔係好上到咯，可能有啲挫咯，或者回調得比較急咯。咁 hesitation 嘅時候，先至將剩低嘅一啲嘅利潤再剔埋。咁呢個我會係一個建議一啲中短期嘅投資者嘅一啲嘅策略。咁中長期嘅投資者就一路 hold 住係冇問題，因為始終我中長期嚟講都係比較樂觀嘅對港股嚟講，因為始終你見23年啦，咁港股平均得1000億成交，之後24年1300億。跟住今年其實平均已經有2000億樓上嘅一個成交，咁其實係非常之多嘅資金嚟咗香港，亦都好多大型嘅公司嚟香港上市，尤其是國內嘅一啲嘅巨頭嚟香港上市啦。咁嚟緊亦都會有更加多，例如小紅書咁樣樣。咁所以我對香港之後嗰個股票嘅後市係非常之樂觀嘅。好，咁今集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